到啊，呢個赤坂藝者巡遊喺呢個 weekend 嘅中午時分，赤坂最旺嘅幾條大街啱啱好咧就發生呢個阿卡薩卡嘅 Sharp Parade， 一班呢赤坂嘅藝者加埋赤坂24丁會同 TBS 電視台一齊合作，中午12點開始，沿住赤坂通一直行，做咗一個好有趣同埋好盛大嘅巡遊活動啊，吸引咗好多人睇。唔單止係咁，附近呢仲有一個文化展覽添，展出咗赤坂街道一直以嚟嘅歷史，仲有唔少得意古仔添，可以話係集赤坂嘅大成啊！一出酒店門口就沐浴喺咁濃厚嘅藝術文化氣息之下，令到我嘅胃口更加好，所以就出發去揾嘢食啦。上集都有提到赤坂真係好多嘢食㗎，住咗幾日之後，更加令我深深明白到呢度冇嘢多，飲食店真係最多。其中呢一間就係第一間啊！一樣呢，赤坂建富站 A10 出口，一出冇耐就會見到蜀團3代目藏師 Kuraji。好記得第一日行去酒店嘅時候，呢一間 Kuraji 呢係令我印象非常深刻㗎。首先因為個門口裝修得好靚。仲有就係師傅身後呢個放熟成肉嘅雪櫃啊！嗱，放熟成牛嘅雪櫃，我相信大家都會見唔少，但係放熟成豬呢就比較少見，而且呢仲係食一間日式料理嘅地方喎，係咪好少見到呢？所以就俾佢深深咁樣留咗一個大印象啦。行到入鋪頭入面，裏面嘅裝修都好精緻，即使係呢個大炸鍋都係咁靚。師傅炸豬扒呢個畫面係咪好好睇呢？乾淨整潔嘅店面，加埋呢個精美嘅裝修，不問年齡，尤其是女性，我相信都非常適合。一個女仔嚟食嘢都唔會覺得尷尬㗎。呢度出名嘅嘢食，除咗速成豚肉之外，仲有一樣就係烏冬啦。所以今日呢兩樣都食勻，睇下係咪真係咁好味先。速成豚肉呢度賣嘅主要有兩個部位，losu 同 riblosu。雖然都屬於係里肌肉，不過兩者嘅分別就好大啦。losu 嘅赤身同埋脂肪部分呢係分得好清楚嘅，riblosu 呢脂肪就多啲，而且個肉質又腍啲，嗰啲脂肪呢係滲入晒成嚿肉嗰度，相對就肥好多啦。炸好咗唔識分唔緊要，因為呢佢會拆翻支旗仔話俾你聽邊嚿係 riblosu，邊嚿係 losu 噶。至於今日嘅呢個極上熟成豬乳扇，我哋就淨係食 losu 啫，因為唔想食咁肥啊嘛。成個 set 有齊晒薯仔沙律、湯、飯、漬物，非常之多嘢食㗎。呢度嘅另一個招牌就係烏冬啦。烏冬凍食嘅話有3款選擇，可以食生醬油啦、kamatama udon 即係苦肉加生雞蛋，又或者 kakepon 係加柚子醋。熱食嘅話呢，就可以揀 champo udon 肉絲湯，又或者我呢一個青咖喱烏冬啊，帶有和式風味嘅青咖喱。可以話係完全唔辣，而且入邊仲放咗好多五顏六色嘅蔬菜添。青咖喱限定，佢仲會跟埋一小碗白飯添。不過呢，5款烏冬都同樣係冇炸豬扒㗎，而且佢亦都冇得追加。想食肉就只可以嗌呢個白屈丹啊！聞都聞到，係嗰啲味嚟㗎，係嗰啲味嚟㗎。我擺啲湯落去食一定好好食個飯。會有塊肉，都 OK。呢個炸雞嚟，豬，我唔係豬，好味喎，好味喎。食完啦！呢度最大嘅驚喜係乜呢？唔好以為好貴，反而係令你喜出望外地咁平啊！有幾平？你哋過嚟睇下就知道啦。仲有啊，其實喺同一條街隔幾間鋪啫，有一間叫做 Mimaki 嘅蕎麥店，其實呢係同系列嘅姊妹店嚟噶。如果有興趣嘅都可以試下噶。轉個頭就見到已經係夜晚啦。夜晚嘅時候，晚餐要食乜？當然要食燒肉啦。Yakiniku 我嘅喜好好極端，一係就要好靚好靚，一係就要好地好地。今日喺赤坂我就揾咗呢間好地好地嘅大眾燒肉屋赤坂大關本店啊！
有少少難玩，不過呢，見到呢個黃色燈箱呢一條後巷附近嘅環境，我已經有啲興奮啦。轉入直路仲聞到好濃烈嘅白炭味添，原來喺個門口放滿晒啲炭爐啊！冇錯啦，揀好地嘅燒肉店最緊要嘅一樣嘢就係佢要用炭爐燒啊！見到咁多個備長炭爐，好難令人唔期待今晚嘅 Yakiniku 啊！book 位嘅話呢，其實加佢哋嘅官方 line 呢就可以 book 到噶啦。入到去裏面嘅環境一樣都係咁樸素同埋大眾化，始終有超過50年嘅歷史，加上呢個建築物本身呢就係較為古舊，咁所以呢都會係有啲陳舊，不過都係乾淨嘅。嗌嘢食環節必須要講解一下，因為我相信大部分朋友呢都係會嗌 course 噶啦。course 嘅性價比非常之高，佢分為冰、nami、上、jo、特上、tokujo 3種。冰係普通級別，上呢即係高級啲，大部分朋友都會揀上噶啦，啲肉靚啲啊嘛，而且呢，其實個價錢爭得唔遠。如果食上嘅一匹 course 呢，一個人只係需要大概4900円，但係就可以食勻19種肉啦。每款1至2嚿嘅啫，唔會太多，但係你就可以試勻晒。佢會分成3碟上，第一碟係用鹽味醃嘅薄切肉加荷魯蒙，總共有7款；第二碟呢就係汁醃嘅厚切肉，總共5款；第3碟係味噌味嘅荷魯蒙，有7款。如果嗌半匹嘅話呢，同一匹嘅分別就係冇咗第3碟啊！好似我哋咁，如果唔想食咁多牛內臟嘅，就可以乾脆 skip 咗第3碟，即係嗌半匹嘅 course 啊！反正第一碟嘅鹽味都混入咗2款荷魯蒙，我相信都足夠啦。唔好唔記得，仲可以單點啊嘛！譬如呢一個厚切牛切就唔會包括喺呢個 set 入邊，咁就要再額外加啦。雖然冇牛舌，不過用呢一個價錢可以食勻晒咁多款唔同嘅部位，唔單止抵食啊，而且對於去嗌嘢食唔知點樣揀嘅朋友嚟講，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嚟㗎。上一批 course 都已經有19款咁多，唔通特上 course 有更多？咁你就錯啦，反而呢，特上 course 只有5款部位嘅啫，不過全部都係稀少部位，同埋係最高級㗎。最緊要嘅係佢包括咗我心中嘅永遠 number one ヒレ啊！如果單點一個ヒレ呢，呢度一客要4500円，特上 course 嘅5點 set 呢就係8850円。諗下係咪好抵呢？咁當然就冇咁多，不過千祈唔好以為份量會少，因為呢度係唔會有份量少呢3個字，件件都係切到咁大件噶。唔同部位嘅肉切到厚厚大大件，堆埋一碟，呢一個衝擊畫面可以話係燒肉大關嘅其中一個最大特色。另外嘅就係，雖然店員全部都係外國人，不過佢哋係非常之親切同埋手腳快，每間都有驚喜。呢一間俾我嘅最大驚喜會係乜？我肯定就係抽風系統。唔好睇呢度噏噏耷耷，我相信佢所有用嚟翻山裝修嘅錢都愛咗嚟整呢個抽氣扇啊！其實食緊嘅時候已經覺得冇乜油煙噶啦。呢個拉布做係啦，拉布多做羅薯就係肥啦。同特上5點嘅分別係冇咗hilet咯，可惜冇咗最好嘅hilet。如果想食hilet就要散嗌啦。即使只係一個半匹嘅 course 都非常之夠食噶啦，再加埋可以散嗌一啲沙律，同埋我 Yakiniku 一定要食嘅咩啊？麵啊嘛。係啊，即係平日就會淨係飲個湯啦，但係好得料，菇啦、雞蛋啦、芽菜啦、韭菜啦、蘿蔔啦、牛膀啦，哇乜都有嘅咋，肉啦，而且仲好難得，呢度係可以食烏冬嘅添啊！冇錯，早上食完烏冬，夜晚都係烏冬。不過呢碗烏冬都係好好味嘅，非常之咁飽，因為啲肉真係太厚太多啦。但係慢慢食，一邊食一邊飲酒，又傾下偈，笑下咁樣。每一台嘅客人都係咁，呢種喺日本難得獨有嘅 Yakiniku 氣氛，就係我想食到感受到噶啦。
喺呢度就完全可以體驗到啦。唔記得講，我呢個半匹 set 其實呢同全匹嘅 set 只係爭800 yen 嘅啫。不過你睇下，Horrible我真係好多都搞唔掂噶。可能會覺得咁樣嗌好唔抵，但係唔食都係唔好嘥啦。嗌4900 yen 定係嗌4100 yen 嘅 course 就由你去自己決定啦。走嘅時候，門口仲喺度燒緊啲炭啊！我聞一聞啲頭髮，喂，真係冇半點嘅油煙味，係勁嘅。通常大家去日本食完飯係咪都會去行下街呢？不過好遺憾咁話俾你聽，喺赤坂我相信都冇乜地方可以行啦。但係都有一樣嘢可以做嘅，就係去飲杯酒啦。赤坂有好多飲嘢嘅地方，周街都係，點揀好呢？我就揀咗呢一間，因為佢係屬於bar嘅百名店啊。剛剛就係喺食午餐嘅 Kuraji 旁邊嘅呢一個大廈裏邊啫。佢就係呢一個bar Tiare啦。門口呢朵花花就係 Tiare嘅意思，大溪地話嘅花，同時亦都係大溪地嘅國花。呢間bar嘅來頭就係佢嘅 owner 呢係贏咗日本 NBA 全國優勝。唔好誤會，絕對唔係打籃球嘅 NBA， 而係bartender嘅 NBA 全國優勝冠軍啊！全日本調 cocktail 嘅第一高手喎，一定有翻咁上下啩。除咗熟口熟面嘅 cocktail 之外，仲有呢度嘅鎮店招牌，佢嘅得意名作 Tiare 嘅 Lemon Sour。仲有啊，就係對應翻全年唔同季節喺指定月份先至會供應嘅限量水果雞尾酒啊。例如冬天一定會有嘅草莓，秋天一定會有嘅富有柿，夏天一定會有嘅西瓜同埋荔枝。而剛剛我哋嚟到試嘅就係呢一版啊。每次都會有 keep 住5至6款俾客人選擇，今次有嘅就好似呢一個神奈川縣嘅上南金骨 cocktail， 又或者係沖繩縣產熱情果嘅 Gin Tonic， 和歌山嘅香橙白酒 cocktail， 同埋呢個呢福岡阿貓嘅紅茶酒啊！仲有一杯，不過呢佢就係嚟自澳洲嘅一個芒果面摩沙，即係一個 sparkling 嘅 cocktail。ペーションフードの1個、いちごの1個、はい、フレンチフライは1個、はい、お願いします。每杯嘢飲呢都係整得好靚噶，好有心思，而且都睇得出呢佢係落足心機嘅。唔單止有嘢飲，當然仲有嘢食，有好多小食。頭先都講過，介紹得每間都有驚喜。呢度嘅驚喜係乜？就係竟然係嗌一杯 cocktail， 佢會送你一款小食啊！係咪好癲呢？好擔心究竟佢係點樣維持，所以我哋4個人都淨係要咗佢2樣小食咋，因為都驚佢維持唔到啊！我哋幾個人都試咗好幾杯嘢飲，評價有好有壞啦。但係拎過去望到呢一個畫面，就覺得自己好似入咗日劇世界啊！下次我要去坐吧台。由朝食到晚就係赤坂嘅日常啦，仲有好多就留返下集再食。